誰說時間片刻變陳舊，全為我分秒亦停留，因我身邊有你緊握我的手，而愛誰說永不會長壽，陪着你一生到白頭，都能把心中星星閃得通透，陪着你走，一生一世也不分，天天編出兩雙足印，過千山過千海，如果走到這世界邊端，我倆已是無力前行，跟我一起飛去。不相信時間片刻變陳舊，全為你分秒亦停留，因你身邊有我緊握你的手，這份愛誰說永不會長壽，陪着我一生到白頭，都能把心中星星閃得通透，陪着你走，一生一世也不分，天天編出兩雙足印，過千山過千海，如果走到這世界邊端，我倆已是無力前行，跟我一起飛去。誰說時間片刻變陳舊，全為我分秒亦停留，因我身邊有你緊握我的手。Hello， 跑道路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我係 Candice， 咁咧我係2015年咁認識跑道路啦。我係嗰陣時啱生完 BB， 咁想減磅啫。雖然冇減到磅，但係咧我都係好中意跑步啦。咁而家係加拿大第4年啦，咁真係跑少咗好多咯。加拿大冬天好凍啊，真係凍到鼻哥窿都結咗冰啦。而家係春天，咁可以開始跑步。我係今年參加第4個多倫多嘅半馬啦。咁雖然成績麻麻地，但係我好驕傲自己仲喺度跑緊啦。係跑道路10週年之際，我祝跑道路10週年快樂啦！我都祝大家可以一齊跑，一定可以跑得更加遠。加油 ！You can do it！Hello， 簡 Sir， 跑道路嘅師兄師姐 Philides， 跑道路10週年啦！諗翻起呢，我就喺2016年春季康文署長跑班加入嘅，亦即係呢個跑道路嘅前身啦。咁呢，就我自己就由2015年秋天開始接觸長跑啦。咁嗰年冬天呢，就跑到自己嘅首半馬。咁斷斷續續都跑咗10年啦。咁依家就喺英國呢，就雖然有通脹啊，經濟唔好啊，但係份工都仲 OK 嘅 ，work-life balance 到。至於就仲有冇跑呢？就識我嘅人就唔使問㗎 ，yes 啊！我仲未放棄呢個生涯 PB 嘅。咁雖然跑步係自己一個人獨走嘅
運動嚟啦，但係就諗翻起以前大家一齊操跑嘅日子呢，咁個團火又唔會熄嘅。最後就再次祝賀跑道樂10週年快樂，希望大家長跑長有，互助互愛，就最緊要快，唔好急，保持低心率養生，加油！各位大家好啊，我叫Tony，咁我喺2019年參加跑道樂嘅跑班，咁因為嗰時有好多個 Tony 啦，咁簡 Sir 就俾咗個班裏邊嘅代號叫做新通。2022年我同我屋企人移民咗過嚟多倫多，咁我而家夏天都有自己繼續去練跑嘅。咁好多謝龍 Sir 啦，俾個機會我同跑道樂講聲10週年快樂。咁希望嚟緊個10週年咧，咁簡 Sir 會考慮喺多倫多設立佢嘅分店啦。咁希望我可以繼續參加跑道樂嘅跑班活動。多謝。咁多位師兄師姐大家好，我係 Suki， 你叫咩名啊？Gabby 仲係4歲。係咁我咧就係跑道樂嘅元老成員嚟嘅。咁喺簡 Sir 咧教康文署班嘅時候咧，就已經係跑道樂嘅會員嚟㗎啦。咁雖然咧嗰個跟跑道樂嘅日子都算短啦，2年幾3年，咁之後就2018年去咗德國移民。咁但係咧都係一個好快樂嘅回憶啦。又中間又跟咗啲同學去出去跑步啊，咁又好多難忘嘅回憶。咁咧希望各位師兄師姐咧可以珍惜嘅。咁咧喺呢度咧恭喜簡 Sir 同埋呢個跑道樂咧就10週年成立。咁咧希望大家長跑長有，繼續 PB， 恭喜恭喜！各位同學你好，我係 Monica， 簡 Sir 叫我佩如。Anyway 咧就我大約記唔翻啦。2014年開始跟阿簡 Sir 跑，當年我57歲或者係56歲係啦。咁就係啦，從跑班開始啦，咁後來跟阿簡 Sir 跑啦，一路都跑到差唔多63歲啊，咁都經過好多好開心同埋好多好艱苦嘅日子嚇。我記得我係訓練咗1年半先至跑第一個10K 嘅，咁往後嘅日子就即係都斷斷續續，應該大約62歲之前。我就跑咗10個10K 啦，其實就唔係成日比賽嘅，咁只不過有陣時自己會跑下啲唔同嘅嗰啲即係比賽啦咁樣，但係當然我嘅成績會係1個半鐘頭內跑完啦嚇咁樣，咁所以開心嘅。而家我喺澳洲生活啦，咁都開心揸車工作。而且咧就間唔中返香港都會探下簡 Sir 嘅，咁都多謝簡 Sir 俾我有好多關於健康嘅知識啦。咁無論而家我個腳可能已經跑唔返10K 啦，或者我只係可以行3K 至4K 啦。不過呢一段而家嘅健康嘅日子咧，我都好多謝簡 Sir 嘅，因為佢俾到好多知識我啦，同埋我自己都知道自己個身體負荷性係可以點。而家開心，雖然已經68歲，但係生活愉快啦。仲有就係好開心喺澳洲一個好大片嘅藍天生活啦，好多陽光啦，亦都可以游水啦，亦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即係行山嘅運動啦。咁亦都多謝簡 Sir 俾我有好多一啲嘅指導啦。咁同埋多謝喺我哋嘅跑班裏邊啦兄弟姊妹嘅鼓勵啦，咁讓我完成到一啲賽事，例如喺台灣嘅賽事啦，Stand Chart 嘅賽事啦，同埋2次 ASIS 嘅賽事，我都好難忘嘅。咁就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同埋祝你哋嘅成績越跑越好，越跑越勁。拜拜。這10年來做過的事，能令你無悔驕傲嗎？那時候你所相信的事，沒有被動搖吧？對象和緣分已出現，成就也還算不賴嗎？旅途上你增添了經歷，又有人能夠消失嗎？願
成敗。